始都會看的係講係傳統嘅法，我所以看嘅電擊嘅電影片。哦，就花一百 Q 啦，花一千 Q， 冇橋用。係講我係花一百 Q 係嘅快炒店，我是冇唔會繞 Q 眼過啊。差咩唔怕？係入上，佢係會搶，冇是玩啊，韓國拍呢搶你，韓國服務人員會笑面，因為是做的，唔係面處是做的，係啦，唔過係講許多嘅高級嘅3000 Q 嘅，係啊，嘅當櫃是外繞 Q 機咧，外繞 Q 機要跪下來。未唔是按脆個嘅。亞洲風對你來講，理想嘅服務係乜嘅？最理想嘅服務就台面上講唔得咧。係嘛意思？係講咧最好嘅服務係知道嗬，因為嗬，特景點有嘅特色，最好嘅就講做得人共研發。共研發，個人化的設計啦，共研發啦，客製化就抄嘅啦。即係你係咪有當到명품啊，或係翕嘅樣片啊，來燒嘅傳統咧？係咩美聲？唔係嘅，嗰件傳統係燒嘅係個漢堡。迄個漢堡迄個當有名嘅美國嘅打籃球嘅名聲來台灣市，結果當初美國嘅漢堡啊，我想你一天我可以試試看啦。要不然我就拄好對個順口做勢，我就打電話主文，去到現場嘅時間，個調解就係講拍攝要根本嘅有個명품要來翕樣片，嗰時候我地度無方便幫佢做，我就想講，今日做人呢。當人都不當人，係唔本係呢批錯嘅條件係主份嘅時間咩無線人係講，呢個我想我無來都來咧，我就買咗去試試看啦。呢個基本係對嘅腦杯等嚟20分鐘，真拿到嘅錢，你仲有係我等嘅時間無批你人客，명품咩忙來，佢唔本係對嘅地度等，我真係當看，我就對你會俾佢一粒錢嗎？我準備要半夜1點嘅時間，我看到當然讀到出嚟啊！嗰時候大家看嘅명품燒嘅傳統，一定要上嘅 Google 去看一下本書，看人家評論係冇唔錯。哦，嗰時候唔係為嘅書開咋？乜嘅？你唔係為嘅書開咋？係唔係為嘅書開咋？我講我嘅亞書。因為佢要本身佢5星級嘅盤點嘛，所以咧你去嘅時間是會有一種賓至如歸，從迄度盤點轉到不開感覺。因為你到嘅時間其實會當親切，讓你問講，你好啊，下晝好啊，你歡迎你落嚟嘅盤點，挑選啲那邊來啊，當甜唔當甜麼啊？係，好，人講嘅時間其實會喺呢度嘅拉比去湊一下，湊嘅時間。人會啥時會撈嘅甜點啊，還有啲飲料啊，全部會拿過來。你哋下湊一行啊，點解撈嘅房卡拿過來幫你？平常時係大家去到嘅櫃台，去自家拿房卡係冇。我記得唔係，佢係喺你湊定幾多房卡拿過來幫你。係，還有一個最特別嘅係乜嘅？是大家去盤點是水木水好嘛？第一件盤點嘅全台灣唯一一隻，唔是水木嘅。我鬼安配冇水木。嗌做迄個假設蛋糕廠人家講嘅，下來飯好愛點糖冇一點，嗌做一天冇一點糖嘅人。佢就係嗰種東北偏嘅人。嗰種我嗌下結論就係講，你心裡有乜嘅問題？就有一些被虐的現象。咩啦？就講下正經吼，評價先生講嘅話一天愛糖，評價樣板講唔再照定期來做。嗱，我還有自家嘅正義嘅經驗吼，負面嘅評價會比正面嘅更加正確，因為有動讀嘅時候正面咧有可能係比如講點解送東西啦，係真件事，佢有那有暗號吼，佢嘅快嘅評價係真件最要。如果俾人去傳統家族一開始有講到咩？佢主要嘅滷肉飯，佢當佢做下單嚟哦，滷肉飯千萬唔好點，因為非常嘅面當槍做咁樣嚇。嗱，就想講當槍做，哎呦，我廿擺去雙擺當槍做，可能係做嘅強面，我廿擺去有可能會較好食嚟吧？嗱，就點啊，來咧試一下。啊，就係做，我唔錯，就係做，就咁樣。古時候講，先生講嘅話，評價講嘅話，一定愛談。其實呢，喺講喺服務態度嘅部分呢，唔好我每次都冇想過。唔過呢，我去傳統食東西一定就愛好食。跟我有一擺呢，我就牙齒痛，東西會拔牙齒。有去附近請，有做咧有看醫生，有醫生冇？有一個呢就1粒錢。
Google 评价1粒钱，你就想去吃看那个。因为这样排到啦，因为我就可发生嘛嘅事情，然後結果大下睇假如講，誒，因為佢開台嘅人嘅態度當唔好，然後我就講冇想過，我就去，結果呢真係面動粗，韓國我拿錢看慢一些，佢拿個筆安尼，安尼，見看定係安尼，但是冇想過，好。竟然喺講落去嘅時間，唔過嘅儀式喺動落，唔過嘅技術動好，嘅把牙齒嘅時間完全冇感覺。哎呦，係真見動好，故說嘅係喺其實佢可以幫到順風嘅當然。有可能，我唔清楚誒。故說嘅評價都冇講儀式唔好，都係講嘅開台嘅態度唔好，竟然就做得 OK。咱還有單點一個雞翼，個雞翼一盤底度只有5支啊6支。跟人做說裡面，說啦，發現其中有2支做魔術，打開來做魔術啊。後跟住6點講，歹勢要有2支魔術，佢就講好，佢就拿落去2支雞翼，又當佢點個當好，有可能佢講送一盤歸心咧，全部都完。其實佢冇按嘅，佢就想講唔做放係2支最好誒。個人講，佢雞翼你去，你食飯結算咧，雞翼冇再出來，雞翼做唔見咧。一定係人嘅態度唔好，我所謂不意思咧。食飯佢發現啊態度係幾好。你那邊功夫耶，你知道？waiter，你給佢，佢說哦，謝謝，佢就拿。你不要見到我輸氣來啦，嗰度真嘅啊，有時因為知道，那雞都係比到那一些。唔知比到那一些啊。雞鴨態度對你來講，就講，意思你就食啦。好，唔食兩樣冇真嘅，佢都中意講過嘅。係啊，你無奈何啊，佢咩唔驚去調人啊？講調，望住咩嗌調價之過嚟處理天天嘛。真嘅，真嘅會按嘅。唔講係咩想講啊？佢按態度唔好，人都唔驚嘅店家送來嘅東西。有後難水啊！有可能，唔過冇看出爽嘅。叫技術經常講嘛嘅，一講人咧體質嘅問題啦，吼，當然做就冇問題，就唔量曬有問題，天天，偏人就冇來反映人嚟講。佢按度好，技量曬要本人對一下，要點點嘅。講按嚟做唔得啦，唔過打過去，等佢隻時間後來就贏。結果我就開始講，人家就可以吩咐喺按嚟係冇嚇，按當然做成哩，按度好，2、3年去就按嚟，按嘢就唔處理，嗬，確定佢唔處理嗬，將每日我都乜嘅命，每日命嘅嗬，嗱佢確定講係耐久，嗬，幾檔嘢幾多好，佢知道怪怪咁樣嘅咯。冇用嘅啊，人家都處理方式啊，全部錄起來啊，係啊，到時候看用嘅盤啊，佢睇到以後就馬上改條外面。貼拍嘅。嚇，唔係嘅貼到，跳快係跳惡嘅。係。如果係下去以後嗬，馬上見到佢方式嗬，已經兩邊怪怪。而家所講做起話做鬼套嘅，而家喺人物係講事就唔係標數嘅，嗬。結果佢幫醫生來講吧，黃老闆睇死啦！其實嗱，所有做服務業已經講啊，其實服務業係一隻當好嘅行業，因為你做得多到當到已經看到當到已經清洗過，所以已經特別感覺都係冇強用嘅，尤其係已經下半年嘅回饋感覺，那個才是做服務業最大的成就感。咁各位啦，所有做服務業嚟講，好嘅事情你當然做嘅好，但係已經考嘅好嘅，啊冇成日你做唔錯嘅一定要信任，還有本應較好嘅賠償方案。但係講應較冇合理嘅嗰種內容，你咪做唔得即刻吞下來，因為啱咪係有嘅強嘅啊，啱咪係煙啊，係冇。雖然講現在你嘅工作係啱自家嘅問題，咁講啱咪本應都係六歲嘅呢，所以但係記得講唔好嘅，冇成做唔好嘅冇好嘅這種就是他想要的東西是不好的話，那你要就是大膽的說不。對，拒絕他。你做得脫掉制服了 ，no boy go。係冇成，那尤其啊係係拄到嗰種公司啊，冇成嘅主管係起零零下改片，咩起零兩片話，該兩間公司冇啲改片咧，冇做咧，因為因為太數讓。係啊，因最重要係嗬，該服務業係動到貼皮嘅地方，要動到係該服務，所以最尾攞所有做服務嚟講，你都辛苦咧。辛苦咧。只有2隻雞要按高分係。有賞睇成功。